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，会当甲大家做伙来敬拜。今仔我邀请大家徛起来，咱做伙来敬拜。若是你心内无所在的人，咱做伙来敬拜。看我来敬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我们继续拍手敬拜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。哈利路亚，主赞美你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就是要前来敬拜，单单要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。神，你配得一切的荣耀、赞与荣耀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力量的泉源，我要赞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开口赞美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宝座的灵力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的灵性，主啊，我要你配的这一切在我们的里面。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。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。我的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。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。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。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要单单的来敬拜你，主啊，我们要单单的高举你的名，哈利路亚，将一切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在今天的早晨，主，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
主，在今天的早晨，你再一次让我们回想到我们当初认识你的这一个时刻。神啊，过去的我们是如此的不配，过去的我们有何等多的罪，但是神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得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，我们得以享受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主，谢谢你的爱如此的美好，你是如此完美的神，可是你却愿意为了我们，真的是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舍弃你的生命，只单单为了我们。谢谢你，耶稣。我总是不能明白，你为何不会松开手，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。谢谢你。我总是无法想象，耶稣为我死在十架，我的罪如此的深，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。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，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。我是如此不配，你爱何等甘甜，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。主，我爱你，生命献上给你，为你而活，生命才有意义。主，你为我而死，我只愿为你活，不会放弃，永远不分离。主，谢谢你的爱，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再一次体会到。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，一起来唱。我总是不能明白，你为何不会松开手，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。我总是无法想象，耶稣为我死在十架，我的罪如此的深，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，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，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。我是如此不配，你爱何等甘甜，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。主，我爱你，生命献上给你，为你而活，生命才有意义。主，你为我而死，我只愿为你活，不会放弃，永远不分离。我们再唱一次，不会忘记。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，你拯救我脱离了一切。我是如此不配，你爱何等甘甜，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。主，我爱
为你而活，生命才有意义。主，你为我而死，我只愿为你活，不会放弃，永远不分离。哈利路亚，神啊，谢谢你的爱是如此的美好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在这时候一起向神来献上祷告，跟神说：神啊，谢谢你的爱真的是充满在我的里面，谢谢你的恩典有如此的多在我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在这时候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耶稣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主，真的是谢谢你，你的恩典是如此的丰沛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主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的爱再一次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在今天的早晨再一次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。主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你，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。当离席有多远，我的罪全赦免，天离地。有多高，你的爱也多大。东离西，东离西有多远？我的罪全赦免，天离地有多大？我是如此不配，你爱何等甘甜，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。主，我爱你，生命献上给你，为你而活，生命才有意义。主，你为我而死，我只愿为你活，不会放弃，永远不分离。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上帝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。我的灵赞美你，我的灵赞美你，我全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上帝一次开口，尽我所有赞美你的生命。我们用台语一起来唱。我爱你，敬拜的心怎命，用全心来唱歌，我心里敬拜你的心怎命，你逃出来，算是一天领到。是恩你祝福的时阵，无论会怎样，有啥物阻挡伫头前，因你头路线我犹原手光，哦老主，哦老主的心，我爱你，敬拜的心。我
击败俄罗斯，俄罗斯爱心怀里，敬拜你心怎样？用专心来求过我心里，敬拜你的心怎样？敬拜你的心怎样？主，阮感谢你，今仔日，你的信心，甲阮伫咧阮的内底，感谢你的恩典。这是阮要用主教阮的主祷文，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日时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嘛有赦免过互阮的人，互对操阮的事，就对阮处理你来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灵根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坐。请三脚压头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一礼拜久的保守带领，互阮有份会当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敬拜学乐你。阮抱着感恩疲惫出来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朝见你。阮只会当用谦卑、诚实的灵。才堪得甲你相拄，求你安静阮的心，恳求你监察固守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明仔载中秋节是华人所重视甲一家人团圆的日子，阮却常常因为过头无闲，忽略关系，过头自私，爱别人听探家己的意见。造成家庭定定也是伤害彼此上亲的所在。阮知影家庭要得到福气的关键就是疼。主耶稣，你本身就是疼，请你进入阮每一个家庭中，若是人所讲，厝体若是耶和华起造，起造的人劳苦无菜工。兄弟若毋是耶和华固守，固守的人就白白警醒。敬畏耶和华的人，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。求你，互阮每一个人伫厝内，也是伫教会这个大家庭，拢会当得到温暖甲关怀，互阮会当放下彼此的成见甲误解，互和好的灵藏伫阮的心内。伫今年的中秋节，会当透过彼此真实的分享。恢复每一个家庭原本对你来疼的连结。今仔日也是教会所定青少年主日，阮无爱伫形式上表现对青少年的关心，是真正对内心看重阮教会的青少年。伫百多年来，上帝对阮教会有特别的恩典，伊赐了智慧，互过去侪侪温群认真伫教会做工的先辈。因若亲像摩西一样，打落真好的基础。求主也赐了勇气，互阮的青少年，若亲像当初时的约书亚，互因有责任、有勇气，坚固因的信心，通成就新世代对福音的传承。阮的集体当中，有人失去亲人，心神忧伤；有人身体病痛，伫受苦中。有人生活拄着试炼，经济拄着困难；
有人心内白白，有讲不出的吐气，愿让谦卑摆在伫你的面前，向你来求讨。愿你着照你的旨意来成就。现在起，彭牧师也要分享你的信息。愿圣神亲自甲彭牧师伫地，也愿你拍开阮的心灵，互你的话语深深拍动阮的心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继续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。启应文第28篇，启应文第28篇，就是诗篇139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。我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。即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会测度。我要去打扰闪避你的神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。我若展开清早的室，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袂引带我。我若讲黑暗要遮看我，就黑暗也袂当遮看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。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咱做伙来吟诗，学了上帝圣诗第160首，听堂的神降临，听堂的神降临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者，所只青少年诗班要带咱做伙来学乐上帝，因要吟的诗是唱学乐的歌。这青少年诗班年纪就是差国中1年到高中1年学生吼，因着利用这礼拜早起、礼拜煞时间，小组进前，也是会小组了有一寡锻炼的时间，锻炼这诗歌的时间吼。小等伊会用无共款的方法做伙来学乐上帝。多谢青少年诗班用遮水的歌声，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。看到遮侪青少年遮优秀，感觉真正欢喜甲感动。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，今仔要读是伫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第1节到第9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第1节到第9节，现代中文译本第199页，台语汉语本第144页。我要用现代台译本来读。
做了继续用凶杀的口气恐吓主的门徒，伊去见大祭司，要求大祭司写公函，予大马士革逐个会堂，准伊受查。然后找到信奉即个道路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通答应掠起来，去耶路撒冷。伊就去，伫得要到大马士革的时，忽然有光对天来，四面搭伊照，伊就跋落地，听见有声对伊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是安怎地迫害我？”伊问讲：“主啊，你是甚物人？”迄个声应讲：“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。起来，入去城内，你着做的事，有人会甲你讲。”当行的人就徛地，硬硬袂讲话，因有听着声，拢无看着人。扫罗对涂骹爬起来，目睭天开。拢无看到甚物，因就牵伊的手，带伊入去大马士革。伊3日久无看见，无食嘛无啉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咱，着照伊的话去行。信息今仔日裴牧师要传讲信息，伊的题目是人生的胜利组嘛，人生的胜利组嘛。请弟来领受。大家平安，大家中秋快乐！快乐！每一个世代都无共款哦。以前中秋的时，转去厝内底，可能款一大堆物件，对无？早起出门按时才到。即马有需要安尼无？毋免啊，坐高铁，早起出门中昼就到位啊，都会当食中昼。时代无共款，最近我看到网络伫遐写一寡物件，讲人生胜利组，你有看过这5字无？网站是伫咧报上，什物叫人生胜利组？毋知你是倒一组？我小可问看卖吼。头一组，这 X 组 ，X 世代，什物叫 X 世代呢 ？X 世代就指着1966年到1980年代即出世的人叫 X 世代。我就是 S 世代的人，过来就是 Y 世代。Y 世代呢，就是差不多是伫1981年到2000年出世这个囡仔，伫这个时间出世的囡仔叫 Y 世代。Z 世代呢 ，Z 世代就是1990年到差不多2000年以后出世这个囡仔叫 Z 世代。Z 世代大部分都是 X 世代囡仔，我的囝就是 Z 世代。世代差真济。拄啊，咱都做伙敬拜俄罗的时，我少年时我都毋敢像伊安尼表演的，也是讲用安尼来敬拜上帝，毋敢。时代无共，用的方法嘛无啥共款。过去吼，迄个年代就讲，莫阁佚佗啊，莫拍拍走，莫阁耍啊，讲伫去厝看册。即摆是讲，莫伫咧厝里拍网、拍电动，紧出去外口佚佗。时代无共。即马放假休困的时，青少年创啥？你知影？大部分拢伫厝内底拍电动、看影片，搁一人一支手机。这时代真正是无共，差真济。1990年代到即马咧，以早是放风吹，即马是自拍。中昼也是讲即几工中秋食饭的时，你注意看遐青少年，莫叮当。先拍照、自拍，什物人先食饭？毋是阿公阿嬷，是手机仔先食饭。翕了，好，会当开始叮当。这是咱可能这无共款年代、世代无共款。你讲牧师啊，我毋是 X 世代，我毋是 Y 世代，你是 Z 世代，我拢毋是咧。你就是长辈啊。对啊，就是啊。有当时无共年代、无共款的做法。但是即摆青少年咧，是活伫倒个一款的世代咧。你知影，这青少年75%有家己的手机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
我迄个年代 X 世代的人做伙看这个电影，伊早有讲 NTV， 你问这青少年什么 NTV， 伊听无啦？什么叫 NTV？NTV 就是讲吼，阮迄个年代就一群人，吼学生，也是讲已经出社会这社青哦，做伙放迄电影，啊租一个所在一个包厢伫遐看电影。啊，即摆青少年有需要无？毋免啦，你看你的，我看我的，这是无共款的世代吼。84%的青少年拢有家己的3C 媒体，表示无需要甲别人做伙看。以前看电影拢招招的做伙去对无？即摆毋免伫咧厝内底看就好，毋免出门。时代无共款啊，75%的这青少年用这手机啊就网络。上界吸引的物件是啥物？看影片、耍电动，这物件听音乐。你看每一个青少年拢在听音乐，无一定是听敬拜，无一定哦，都听伊爱听的物件啦。你爱听的物件，绝对甲伊无共款。咱这长辈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出世的囡仔，甲伊无共款呢。你听你的，伊听伊的。有当时听因咧听啥物，这音乐真吵，真正挡袂牢对无？你听到心脏卜跳，这就是青少年咯。但是呢，青少年放假伫咧厝内底看手机啊，上爱就是吼，手机啊听音乐，用手机啊听音乐，耍这啊电动看影片。但是你知影哦，因看影片毋是凊彩有袂看哦，时间长伊嘛无爱看，会当忍受因看影片吼。根据这统计，你又看覓，会当忍受偌长的时间，只有2分半。啊！迄日差点走出来哦。有当时咱看到这青少年，你看无数个讲道若30分钟的，这毋免看，伤长啊！你看做媒体的人，以前阮这个多开心，咱这做这每日亮光哦。咱咧无需爱拍这读圣经、解释圣经的短短影片吼，迄教会要求是袂当超过2分半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因根据统计调查，就是青少年会当忍受的就是2分半尔。所以你要帮助这群青少年是无共款的。以前全家出去佚佗对无？带囡仔佚佗。啊，看到边仔有男有女伫遐约会，即马咧带狗仔出门，拢无爱生啊。结婚会当试看觅，要生囝毋免考虑吼。啊，这以前是一男一女，即马是嘛？男男女女，哇！你知影 Z 世代囡仔出世无共款哦 ，Y 世代囡仔出世，伊文化、社会、教育冲击是真大，多元化。啊是讲，即代囡仔、Y 世代囡仔、Z 世代囡仔，无像咱古早咱这长辈，生活真艰苦啊。但是即摆时代无共，这 Y 世代、Z 世代囡仔出世啥物拢有，尤其是 Y 世代囡仔，迄当阵台湾钱趁饱饱，囡仔要啥？要读册、要出国、要创啥，拢互因啊。Z 世代囡仔，毋是爸母互伊，是阿公互伊啊。这世代无共款，教育无共款，教会你牧养青少年方法应该嘛无共款。以前礼拜堂吼，这是写啥物物件？你知影？信息啊，圣经要读叨位啊？起英文伫叨？即马时代无共，一定爱放影片。为什么？放影片才会当吸引青少年注意。有这图片了后，伊才会当吸引你的注意力。无可能2分3分钟了，伊就无爱插你啊！我有一摆伫青少年中间，看到这高中的学生，吵到要死，讲话嘛袂听，放一影片，全部拢无声，非常专心伫看影片。为什么？这是因就是即款环境大汉，即款环境大汉的囡仔嘛。咱出世是有电脑，咱在座出世拢无电脑。你出世是有手机的人举手，连我都无。X 世代人出世无手机啊哦，Z 世代有无？有呢。你的孙出世的时候就有手机啊，伊就开始算，比你较厉害。
爸母无爱照你，阿公照你无要紧。嘿，这世代囡仔是完全甲咱这Z 世代、X 世代、Y 世，就是这 Y 世代、这 X 世代囡仔无共款，甲咱完全无共款。所以教会要怎样帮助这群青少年？也是讲咱期待伊的生命中间是人生的胜利组。咱每一个世代拢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期待，咱的囝儿，尤其是即马少子化的年代，咱就仰望咱的囝儿、咱的孙是人生胜利组，但是你是倒一组啊？咱调查，咱看这个调查报告，这是4年前的一个网络调查的报告。伊讲吼，胜利组吼，头一项上界有钱的，就是胜利组啦。财力上好，有钱人。第2项呢，家庭背景真好。第3项，外表真水，缘投。第4项，有权柄、有权力，倒来学历真好。这是人讲人生的胜利组，这是什么青少年？是13岁以上来做一个调查。这甲你迄组有共款无？咱认为人生胜利组到底是怎样？当然，社会讲的人生胜利组，甲咱的信仰价值观下面讲的人生胜利组无共啊。但是咱家庭教育，咱基督教教育要怎样帮助咱的囝儿，会当成做一个人生胜利组？我咱所读的经文中间有一个真出名的人叫保罗。保罗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，伊的背景有好无？出世就是罗马公民的。表示安怎？伊家境真好啊！伊血统毋是罗马人哦，但是伊出世就是罗马公民。罗马公民迄个时代、迄个年代，必须要用钱。有人毋是罗马公民，就用钱去买。伊毋是罗马人，所以伊爱用钱去买。但是圣经写讲，这保罗出世就是罗马公民啊，表示伊的家庭背景真好。伊倒位去读册？伊是这个经学教师中间上界有名加马列下面做伊学生，表示伊的家庭真好，请一个真好的老师先生来教帮助这个保罗。所以你也知影，保罗深深受到伊家庭的影响。自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上界大影响就是你原地出世迄个家庭，带你迄一生的影响力。加拉太书第1章第40所在伫遐讲，伫同辈犹太人中间，保罗表现是真好，真严守遵守这犹太人的教规，热心遵探这祖先的教士传统。但是呢，咱来看伊敢是人生胜利组？社会来看，犹太人来看，伊是人生胜利组啊，有学问、有钱、有关系。但是无缘投啦吼，大家知影，保罗是即款的家庭背景大汉，犹太人中的犹太人，遵行一切这犹太人的法规。但是呢，伊生命中间对咱信仰来看，伊毋是人生胜利组，伊是怎样咧恐吓这基督徒、主耶稣的门徒，要求大祭司互伊一个公函会当掠这基督徒到伫家内面。对咱的信仰来看，伊毋是人生胜利组啊，甚至伊是迫害教会的人。咱对加拉太书进前这蔡牧师查经的中间，嘛伫遐讲到，原底保罗的性命就是迫害教会的即款的人。伊怎样转变？即款有问题青少年，有人讲。伊是识上帝啊，伊毋知什么人是耶稣啊。伊生命中间，伊家庭背景中间，就是假使讲有一位上帝。但是伊嘛是认为讲，伊为着主，为着上帝大发热心来掠这基督徒。但是呢，对咱这基督徒来看，伊是有一个有问题的青少年。司提反要死的时，伊就伫边仔摕伊的衫，认为讲这是好代志。这款的人，伊怎样来转变？这款的青少年，伊怎样转变伊的价值观？
对即马青少年来讲，原底家庭影响力真大，尤其是到青少年这段时间，青少年这段时间是建立一个独立思考的时间。以早青少年，这国校的时，就讲啊，叫你读圣经，你就读圣经；叫你背经句，你就背经句；叫你唱诗歌，就唱诗歌。到青少年讲，你唱你的歌，我唱我的歌；你读圣经，你读你的，我读我的。但是呢，伫这时间点真重要，就是要建立伊开始一个人独立来思考的一款能力，尤其是道德方面、甲信仰方面嘛是安尼。你袂当讲只有古早方法来甲伊教育，伊是要搁较深的思考来帮助咱的下一代，尤其是青少年。所以伫厝内底，你讨论什么代志，这真重要。有当时，咱伫厝内底，你有教示你的囝儿伫信仰顶头会分享无？伊就是厝内底分享的是什么物件呢？伊伫学校，若是讲甲人相拍。也是讲白贼话，也是讲老师甲伊批评，伊心内底就相信，你要怎样用信仰的态度甲伊讨论？若是讲伊对圣经有问题，就讲啊，无要紧，圣经有问题去问牧师啦。咱来想看觅，咱教会若500几个家庭，每一个家庭饲2个囝，每一个人有2个问题，对无？就4个问题。5个家庭就千几个问题，啊，咱这牧师哪有时间回答？所以上界重要就是咱的家庭，包括咱的母语的教导方面嘛是共款。你讲青少年无啥会晓讲台语，啊，你厝内底爱教，毋是教伫教会教。咱每一个家庭，咱做家长的，咱爱负起咱的家庭教育，啊，时常甲咱的囝儿来讨论信仰的问题。当然，伫家庭教育有好影响，嘛有歹影响。我拄着即个青少年，伊讲牧师啊，我的爸爸妈妈拢有甲我交代，教伫教会真好，但是绝对袂当洗礼信耶稣。这是原底拜的家庭，所以对伊是较歹有影响，也是讲伊要信耶稣有真济真在的所在。家庭教育、家庭的影响是真大。所以在帮助咱这世代、Y 世代、Z 世代囡仔，咱伫厝内底爱帮助伊，无伊会歪错，伊人生胜利组，伊就认为讲爱有钱、爱有名声、爱有地位、爱考试真好、爱有学历。其实对咱的信仰来讲，这毋是上界重要。我毋知你的家庭中间是怎样讨论信仰的问题，但是我亲身了解一项代志：家庭，你原底家庭的影响力真大。那保罗怎样开始改变原底伊的家庭和伊的观念呢？就伊拄着主耶稣了后，拄啊，咱所读圣经使徒行传中间，伊往这大马色的路上拄着耶稣甲伊讲话啊！伊趴伫涂骹，听到一个声：“扫罗啊，扫罗啊！”你为什么迫害我？对，安尼开始，保罗的性命开始改变。保罗更较清楚了解，甲耶稣相拄了后，才知影，原来我是一个迫害教会、迫害主耶稣的人。无伊人生呢，伊可能以后真做一个经学教师，真出名的经学教师，但是一世人毋捌主耶稣基督。保罗继续迫害教会，伊若无甲主耶稣相拄，伊真做一个问题青少年。但是呢，伊甲主耶稣相拄了后，开个目睭，熟你个目睭甲耳孔。以前伊对上帝了解是头脑思想顶头，圣经中间所写的上帝，传统中间所了解的上帝。当伊甲主耶稣相拄了后，伊才知影耶稣基督是国活国真的上帝。咱的这世代、Y 世代、Z 世代的青少年嘛是同款，
因需要有一个甲主耶稣基督三度的迄款的经验。迄个经验要加做伊的网站，迄个经验会当开因属灵的目睭甲耳孔，知影有一个听伊的上帝。青少年思考甲咱无共，青少年是用感受做开始 ，feel、do、think， 这是什么意思？青少年思考是讲，我爱先有 feel 啊，你我感受会到啊，伊才会去做，伊才会去想。比如讲一个代志。哦，你看到这个要去比赛，比赛得冠军，冠军这种快乐，你知影讲哦，人生快乐，得冠军是这种快乐，这快乐带互你什么意义？冠军有什么意义？伊首先爱用体验开始，但是呢，Y世代的人，Y世代以上的人，拢是用思考开始。以前阮咧读青少年主日学时，现在中一即书在教。哦，圣经的道理安尼写吼，主的话是安尼，我就是，去思考，应该安尼做。所以你人生中间爱照上帝话安尼去行，好无？拢真乖呢。这我世代以上的人啊，用头壳先思考，则是感受再去做。但是青少年毋是呢，伊爱先有感受着，伊的思考甲咱这世代的人无共款，他必须要先有 feel。我拄仔开始嘛无了解，啥物无 feel？ 基督会爱关较暗暗，爱有先有 feel， 这无共款的。我讲青少年伊爱先有 feel， 但是有一项真重要，咱会帮助咱的青少年甲主耶稣三度。伊若无三度的经验中间，讲我为什么爱祈祷？我为什么爱读圣经？我为什么爱查经？这对我有啥物意义？伊袂去想这，但是伊甲主耶稣三度了后，信心蒙着伊了后，伊讲有一位真正的上帝，我有感受着啊，我有体会着啊。伊再是讲对，安尼我开始读圣经，爱祈祷，甲上帝建立关系。但是阮古早咱这阵这 X 世代的人无共 ，X 世代人是讲有一个听你的上帝哦，圣经有写哦。你有看到圣经有写无？这上帝怎有听你？就讲一大堆啊！你即摆甲青少年讲你安尼做吼，上帝圣经安尼写，你爸母嘛是安尼做，伊才不爱插你。伫咱的书记有办一个活动吼，这活动叫体验活动、体验活动。你看到有这个攀岩、垂降、走绳，我举一个咧。迄垂降是对6楼哦，放这个锁链，慢慢收对放落来。你6层楼顶头会惊袂？惊到要死，讲牧师头一个爱去。你垂降过程中间放一个锁，那一个慢慢放。迄青少年嘛会惊，比牧师较惊。我跟你讲，互因体验了后，就甲伊分享信仰的道理。对这个体验中间，什么是你生命中间上该惊的代志？讲考试啊。考试考无好啊，还是讲找头路找无啊，都会惊。生命中间有真侪惊吓的代志，但是呢，伊爱先体会到惊，然后甲伊讲，你看到你拄仔对6层楼到伫1楼的时，虽然你会惊，但是你有绑一个锁啊，这个锁啊，就是主耶稣的手。你拄着困难惊吓，你爱祈祷。你爱抓条这条锁链是上帝的手啊，所以伊爱需要先体验，你才甲伊讲圣经的道理，毋是讲一大堆道理了后，讲你爱信耶稣。若无一个体验，那像就保罗伫少年的时体验着主耶稣入去伊的生命中间，伊要怎样转变伊的信仰？所以真重要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17章到18章，当阿拿尼亚换手伫保罗生命中间，换手伫身躯，伊当阵信心充满。主耶稣甲保罗三度的时，有大光照伫伊生命中间，有信心充满伫生命中间，这就是体验。有体验，伊才会去想；有去想，才会去做。
伊去想去做事，也有新体验呢。伊讲哇，我有信心摸着，我有主耶稣摸着，我有体验主耶稣真正存在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所以伊才开始领受，开始相信耶稣，才开始洗礼。你咪讲啊，时间到，你爱洗礼。即摆真流行讲啊，时间到应该洗礼。伊讲我为什么爱洗礼？主要说教我有啥物时代，我就无感受到啊。所以即摆青少年真注重体验、体会。咱的教育方法嘛是共款，爱无用共款，对经验、体验中间领受上帝话。第三项，活伫上帝所定着的影响。你看，保罗互信心充满了后，做啥款的代志？其实主有对这阿拿尼亚讲：“你替这个保罗祈祷，因为我有竞选保罗来侍奉我，我要伫外邦君王甲以色列人中间宣扬我的名。”其实上帝亲自来竞选保罗，嘛只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伊爱受到济的艰苦。其实，每一个青少年嘛是安尼，因需要知影伊的人生到底为虾米来活。伊甲主耶稣有相拄啊，伊相信耶稣，然后咧，伊人生要怎样来过？你看保罗，伊互信心充满，伊甲主耶稣相拄了后，伊食物件，体能恢复了后，伊就甲这门徒做伙徛起一段时间，伊马上去传福音。伊到伫大会堂来传讲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囝。伊的性命开始无共款，保罗的性命入去一个上帝所定着的性命中间。这青少年嘛是共款，伊感觉真时间过了真慢啊，真无聊，人生真无奈啊。为什么？伊无找到上帝互伊定着的所在。保罗互信心充满，改变，甲主耶稣相拄了后，伊就找到上帝互伊定着的所在，就是为主来传福音。伊是诚做一个上界伟大的传教士，这是上帝互伊定着的。伊就行伫上帝路上，活出一个影响力。即马咱的青少年，毋是无影响力，是咱用济物件甲捆绑掉。保罗性命改变。伊继续为着主耶稣来传福音，伊领受上帝使命，诚做上帝所拣选的人，就是要传主的福音。但咱的青少年咧，伊为着主来做工无？有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生无？只有活出一个影响力的人生，才是人生胜利组啊！但是我有阵看到青少年真可怜，伊讲吼，牧师啊，我毋知我未来要创啥。啊！要考试，要考大学，要读倒一科，我嘛毋知。要找什么个工课，我嘛毋知。懵懵渺渺，心内底真艰苦。其实根据调查，这是青年学会所调查一个报告，伊讲吼，42%、43%的青少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甲方向。43%。是伊感觉我人生到底要创啥？伊找无着方向，毋知要做啥。咱的教育是讲啥？咱的教育是安尼，为着公平吼，每一个人拢爱爬樟树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啊？咱的教育是安尼，为着公平吼，每一个人爬樟树啊嘛。啊，啥物人较紧？高山啊较紧啊，安尼敢对？无应是正确。每一个人应该是互上帝领受上帝特别的使命甲恩赐，毋是每一个人拢行同款的路，也毋是用考试来定着，嘛毋是用父母来设定，更较毋是用社会价值观来决定，伊是上帝来决定，伊是上介好、上介适合。你有当时看到你的囝儿，你看到你的孙。讲啊，你也爱做医生，谁讲的？啊，你爱做一个老师，做一个博士，谁讲的？是你讲的，
毋是上帝讲的。有当时青少年，伊心内底真艰苦。啊，我上帝就叫我行即条路，啊，我爸母叫我行迄条路，伊要行倒一条？啊，老师讲另外一条。人生胜利组应该是行伫上帝路顶面，是上介好的。保罗找到伊生命中间，上帝互伊一个定着，互伊一个使命，就是诚做一个宣教师，毋是经学教师啊，是一个宣教师的使命，毋是一个经学教师的使命啊。每一个囡仔，每一个青少年，毋是活着父母所期待中间。是爱活伫上帝所期待定着的所在。我一摆伫主持一个壮行礼拜，有一个青少年甲我讲：“牧师，我要去读医学院。”讲哈，啊，你毋是大毕业，做一个会计系的毕业吼，上班一段时间，讲伊要考医学院。我大概想讲，哪会安尼？伊讲吼，上帝感动伊呢。甚至伊伫祈祷的中间，主耶稣甲讲：“你要好去考试，免烦恼。”伊就真正头路辞掉了，就去考试，考医学院。准备考试真艰苦着无？你也毋是读医的啊，要读这方面真慢啊。但是伊就读，互伊考掉。伊为什么会当忍受即款的艰苦麻烦？因为主耶稣三拄。甲主耶稣相拄，伊知影人生的目标方向要创啥？我以前伫辅导这个高雄大学的学生吼，我问一个学生讲：为什么你爱去考医学院？伊讲吼，伊要毕业证前，伊找无着人生的方向。你甲上帝祈祷，上帝讲：啊，你着做这医疗宣教。哇！伊大学毕业了，就去读这医学院，互伊考掉。即马诚做高雄长庚医院的医生啊！伊讲啊，上帝互我诚做医生，毋是我真敖，毋是我真有才调，是上帝拣选我。我知影我以后要做医疗宣教，互我一个会当谦卑，伫病院内底学习要怎样耐心疼心做一个医生啊！这是一个无共款的价值观。做医生毋是为着趁钱呢。做医生毋是为着名声地位呢，做医生应该是为着主耶稣来活。伫美国真出名一个医生叫高明宪医师哦，伊获得这美国最佳医生荣誉吼。伊这医生无共款的，伊是5年的中间吼，你知影要入去这个全美这个医生这个榜，这华人吼真少啊。5年的中，这华大医院5年吼，就选一个医生，就是这医学院医生毕业，才做医生了后，什么老师会当影响伊上介侪因投票？这高长老才做一个因学生所形成好会当学习的对象。这医生的人生，伊对细汉开始是送向的家庭大汉。拄开始，咱咧想讲，这家庭无背景，纵向伊甲伊老爸必须爱去台北车头买一寡物件，粉啊、食的物件，真艰苦过生活。但是呢，伊对细汉就是领受伊老爸教示，毋通看紧纵向人。你的道德、你的性命、品格上介重要。伊大汉了后，考到台大医学院，做台大医学院就做外科医生啊。但是伊读册中间，伊甲主耶稣相拄。伊讲我过去研究这医学的物件，真深，真好了解人生的道理咧，有生有死，有病痛。伊感觉爱认识这疼伊的耶稣基督。伊讲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。伊认捌上帝了后，伊性命搁较是无共款。伊讲我做一个医生，我做一个基督徒医生，应该是无共款，应该是爱疼别人，亲像家己。我看过伊一个见证，就是伊个患者讲，
伊以早移民到美国的时啊，无保险无钱啊，就是这患者去找这医生，伊讲无要紧，你无钱无要紧，我将真俗的介绍，甲你帮衬这生产的过程，无论是检查伊找物件，用真俗的物件来帮衬，用真俗的介绍来帮衬医疗方面的需要。伊就做一个医生，伊交代其他医生，伊其实40年训练400几个这医生。伊时常教示伊这拄啊毕业这学生讲，趁钱毋是医生上介重要的代志，你必须要真有疼心，好款待这患者，患者怎做你的朋友。伊讲我真做一个基督徒，我怎样看待这医生的工作？就是要用主耶稣的疼，甲因帮衬。有当时伊中昼无食饭，嘛是愿意甲这患者做伙安慰伊。要开刀之前，该做伙祈祷，帮衬这患者。我毋知你的人生胜利组是倒一组，但是愿上帝祝福咱的后一代，行伫上帝路，行伫上帝命，这所定着是上介好，上介得到祝福。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请我的特别上帝，求你祝福上联教会，求你施温人民祝福上联教会这群青少年，是这群约书亚的世代，是充满着信心、勇气、真理，有上帝的灵甲因同在，甲因伫地。求你兴起这群青少年会当为主来做工，领受上帝启示，入去上帝所定着的。完成大使命，吩咐你的教会传主你的福音，拯救失丧的灵魂。愿上帝，你祝福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负起阮的责任，做家长的，就用上帝话来教示咱的细囝。求上帝帮衬，互因信心充满伫这细囝生命中间，领受上帝心意，听到上帝声。行伫上帝路顶头，愿上帝你亲自祝福、稳定加倍伫咱的后一代生命中间。愿同心祈祷，伫你面前，乃还是奉靠主耶稣圣之名求，阿门。感谢潘牧师的勉励。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歌，圣诗第305首。我是为基督，我是为基督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伫遐要奉献的大圣，我代表教会欢迎你若头一摆来到本教会伫外口的接待处的所在，未填写留名卡的兄弟，请你填写伫阮的座位头前有留名卡，填写好势，直接交阮收奉献的职事，互阮有机会来欢迎你。这是咱用奉献结束咱的敬拜。起立，做位来祈祷。万下面拢是主赏赐，阮现在伫世间所有的，无啥物通夸口甲评判，我只有感谢你的恩典。阮有欠缺不足的，也求你照你的旨意来补足阮。阮当献上金钱做教会献工的路用，相时阮徛伫你的头前，也要献上你赏赐阮每一人无共款的恩赐。甲才能性命通服侍别人，愿你甘乐，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我遮要来教师的保养，咱请蔡牧师。教师这活动吼，教师的保养，本主日咱伫本堂
礼拜中要表扬7位老师，服务满10年有刘淑娟、刘慧雅，满15年有李婕妤，满25年有陈金泉、陈美仙，满25年有苏淑娥，满30年有洪丽环。那请蔡牧师。咱特别感谢这个老师吼，长期以来真跳拔吼，有诶做30档、40档，咱较来表扬一遍啦。所以咱特别爱感谢因吼。拄则裴牧师有讲到，这对囡仔教育非常重要吼。所以咱感谢教会中间这所有诶，这助理老师吼，长期以来跳拔吼，咱时常为着因诶所推动诶事工来祈祷，多谢。我来报告，咱掀开周报的第5页。本周特别的事工，头一项，本主日是本会所定青年主日，咱呼吁咱兄弟共同来关心本教会的青少年的事工。互咱会当透过所有一切的方法来引带更较侪青少年来认识上帝。感谢青少年的敬拜团，甲青少年诗班伫第2场甲第3场敬拜中会参加逐项的复赛。第2项是圣人牧区的事工，即有关净滩的活动。时间是伫10月20拜六，下午1点伫本会的1楼的才集合。地点是伫金山区中加的沙珠湾吼，报名150块，即有含游览车保险。暗顿咱是伫安养中心，所以鼓励大家兄弟拢会当来参加。第3项是毋甘的事集体关系的部分。本会会友陈玉芬姊妹伫9月14安息主怀，要定伫9月28，就是即礼拜5上午10点半。伫台北市立的第2殡仪馆至亲日厅举行日历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其他的部分，请咱家己来过目。有第9页，有看到身体欠安的兄弟，拢总有30几位吼。咱继续用祈祷的心来祈祷的心来求助医治，用实际行动来关怀因。报告以上，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，甲做牧养的代祷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！代表教会来欢迎来宾，头一位是陈建勋弟兄，陈建勋，有伫遮无？请离开吼，快去。另外一位是汤俊弟兄，汤俊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位是刘美云姐妹，刘美云。好，在伫遮吼，来，咱拍手甲伊欢迎，愿上帝祝福。即时代做牧养的代祷，咱做伙同心祈祷。在阮的特别上帝，主我满心感谢落你。最近是中秋节期的中间，愿上帝你施阮祝福，保守阮每一个人出入拢得到平安。若家庭拄着失丧的问题，愿上帝你安慰夫妻帮助，阮互因了解主耶稣诚做因生命中唯一的主宰，诚做因安慰者、帮助者。愿主耶稣的灵，甲咱兄弟姊妹撒个同在伫地，互阮每一人享受主的同在的快乐。
伫中秋的中间，会满心欢喜来甲兄弟姊妹分享主耶稣的听福音的道理，互咱的还未信耶稣的咱的朋友、咱的亲情领受同款的问题。祝愿即时祈祷，但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三个金上言50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归圣父上帝。今时煞要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来吟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上帝疼叹、圣神的相通，夫妻帮助万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到散会领受上帝赐客。